好了，爸爸妈妈那边去了。他帽子那个长了一点胖嘟嘟的，不是我，他爸长得有点魁梧。
我也来个10个，我就掉了。手枪掉了。啊，不能抱，这跑着跑着跑了。一堆小朋友，看看。我把那个稳定器都掉到地下的那个，哇塞，我的屁股！这全部是中老年人，我们都是中老年人。他不是衣服穿着嘛？我的屁股！你们来，你们喜欢吧？5斤、6斤、7斤，这就横拍了。不是，你那个你只拍单人就不存在噻，不存在随便哪个拍都可以。这些一看，怎么说呢？年轻以后的感觉不出来哦，全是老年人。我跳得好也不错啊。Hello， 你也跳吗？没事。可以摸。身上咔啦咔，在响，一直在响。要抱吗？那抱吧。他穿了衣服，他很给我抱上，是不是？嘿嘿。
啊，衣服就不跳了，这个不跳了，我不跳了。你看啊。谢谢拜托了啊！这边你就要送了嘛，要送。这个这，本来还得安排第一个。人太多了就先送了。慢慢转过来了，等一下。这儿来交流的人有点多，这刚刚才来的，刚刚在正常人跳。知道不要，你要跟我讲吗？越来越热，嘎，准备好了。对啊，人很多，这儿人很多。来，给我吧。重啊！把酒，他说把酒有点重。好，加上吧。在那个黑衣服，中间那个，你看那个，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好。有点重。他说有看过这个里面的，有个耍里面。
他们两个抬过来的。是时候感恩喽，又来喽！要把电插。哎呀，看我的那个，哎，不是。啊？雍正可以。等一下吧，这儿出来了。有点陡了，我靠，差点掉，手机都差点掉下来了。马上过来。转圈儿转圈儿，没事，爬过来往外找嘛。这些没什么看的，我觉得没什么看的。我拍他们的腿，那些没有不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们团队跳了，他们跳的感觉都上了年纪了。我拍全场抽的腿。